桃园机场早起接到通报，讲一只对中国飞来的航班顶悬有炸弹，加载查落无找到，警方是当咧追查放假消息的人。新加坡建议执行一场死刑，是一个涉嫌运大麻的犯人。不过外界外认为证据无够充足，引起争议。时阵的芭比翁仔有真侪无共的外形，但上新的是照当时前的特征制作的，鼓励社会尊重多元人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桃园机场今日早起11点外时接到通报，讲一只对中国飞来的航班顶悬可能有炸弹。这飞机落地了后，桃园机场就赶紧把蓝跑道封起来，详细检查飞机顶的物件甲乘客。落尾加在是无发现炸弹，警方即阵是当咧追查乌白放消息的人。日早起11点，桃机公司接到通报，一台由北京飞桃园的中国国际航空航班 CA185，好亲像有爆裂物。桃机公司唔敢大意，紧急向航警局报案，请航班停伫接驳机坪，同时关蓝跑道，为了确保安全，用2台电工机开机测试，请旅客落飞机安检。如果会出事，好像也来不及了。对啊，应该还好啦，还好啦。对啊，是，只是算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听说是什么机上有爆裂物，是，我们还好，大家在机上还是很耐心的等待，是，没有什么抗议。根据了解，这台航班拢总有103旅客，15个机组员，不过机顶的旅客拢唔知有爆裂物的消息。好在机顶特殊良好，安检大队防务员也甲刑警大队搜证人员进飞机执行航机清仓安检，经过检查了后，无发现有爆裂物。只是国内最近交通运输一直传讲有炸弹恐吓，先是代替第24早起11点接到基隆车站，互人放8粒炸弹。同一天下晡代替高雄往台北列车传出有3粒炸弹。25早起10点代替地下停车场的轿车，佫讲有炸弹。佫加今日中国航班传出有爆裂物，已经连3天拢有炸弹恐吓的代志。最近好像很多单位都有接到类似，像之前的铁路啦、捷运啊，都有接到类似的一个恐吓的一个信件。那但这些信件经过查证之后，都属于有一些乌龙或者是刻意在扰乱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目前我们发生任何接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最严谨的一个态度去做处理。互人恐吓的中国国际航班伫完成所有安检了后，晚3点外钟，一直到下晡4点外，才互旅客上飞机执行回程的航班，为桃园机场飞转去北京的任务。民航局是讲，无论是毋是真正有爆裂物，只要接到通报，机场航警局甲民航局拢会谨慎对待，确保飞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毋但用武力甲咱威胁，嘛常常放消息要打击咱人民的信心。但国安局是表示，中国可能会运用家己开发的 ChatGPT 放假消息，因的目的恐惊就是影响咱明年的总统大选。中共一直对台湾文攻武吓，毋但制造台海特别战争气氛，佫讲美国放弃台湾。国安局最新报告指出，中共加强真侪项威胁，透过军事侵扰、嘛综合无人机、空飘气球、民兵渔船等，又佫引进新科技、新手法，强化认知作战。中国开发家己的 ChatGPT， 国安局密切评估是毋是用伫散布假消息。那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中国有没有透过一些军事或经济胁迫的手段，来对台湾进行外部环境的一个施压？那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中国有没有透过刚刚所提到的假讯息或认知作战的操作，来影响台湾民众在政治上的一个偏好，甚至去影响我们民主选举的结果。另外，台湾强化甲国际的情报交流，五眼联盟是由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英国甲美国组成。国民党立委陈以信指出，国安局最近大幅度换新电脑设备，甲国外情报机构设备正共，是毋是代表台湾已经甲国际达成合作？蔡明元证实，目前甲五眼联盟会当进行即时情报交换。这些新的设备里面跟五眼联盟的这个所使用的这个情报的电脑系统，如果未来要进行情报的对接，尤其是这种即时性的情报的时候，是可以对接得上。有保密性的，对，我们会透过保密性的系统。那现在我们跟他们有没有实际进行情报的交换？都有，也是即时性的吗？也有即时性。台海领发生战争，前空军参谋官邱世卿事件，台北新竹恐惊是台湾上危险的所在。蔡明元回应，安怎吓惊阻止战争的发生，是防卫政策上界优先的考虑。国安团队嘛针对无共场景做好演练。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顶日来互牵炸弹，国家公安委员长郭光义昨家己是讲，伊听到消息的时阵，当咧食满饭，佮讲真好食，伊继续甲饭食到了。去互批评讲实在有够无危机意识，要求甲换掉。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韩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峰会。美国过去提供不少同盟国核保护伞，也就是若有志受到核武器的攻击，美国就会回击。不过这回美国是真罕见用文件宣示要提供南韩核保护伞。英国《Times》报道，英国温布顿网球公开赛主办单位表示，比赛期间会免费提供乌克兰的选手带伤，而且比赛场所禁止出现罗西亚甲白罗斯的国旗。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的华盛顿州通过新的枪的禁令，禁止卖 AR-15步枪这款攻击性较悬的武器。目前美国已经有9个州禁止卖 AR-15步枪。上尾是《华盛顿邮报》，英国出名的英美烟草公司去互美国发现违反国际制裁，卖粉互北韩。英美烟草公司是去罚6亿外美金，和代票195亿。南韩总统尹锡悦访问美国，去参观华府的韩战纪念碑，展现两国加强革命气势。另外，尹锡悦到美国了后，头一个行程是见 Netflix 的执行长。因见面了后 ，Netflix 是遂宣布投资韩国的影视产业25亿美金。正伫美国进行6天访问行程的南韩总统尹锡悦翁仔某25甲拜登翁仔某走访华府的韩战纪念碑，纪念两国1950年到1953年对抗北韩强军的迄段历史。迄天早前，尹锡悦也伫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陪同下参观位伫华府市郊的美国太空总署戈达德太空中心，宣扬两国伫太空探索甲安全议题的紧密连结。 미국 방문을 계기로 양국이 명실상부한 첨단 기술 동맹임을 재확인하고 기업인들께서도 새롭고 혁신적인 비즈니스 기회를 창출할 수 있기를 기대합니다. 尹锡悦甲其后金建熙是在法国总统马克宏翁仔某了后，拜登伫北京款待第2队国事的访问贵宾。有了双方会伫26登场的高峰会，讨论安怎在愈来愈不安的亚太地区深化伙伴的关系。因应北韩加速研发营造着核弹头的飞弹，也有中国伫台湾的周围军事演习等等这议题。 President Biden will reinforce and enhance our extended deterrence commitments to South Korea with respect to the threat the DPRK poses. 不过，尹锡悦离世到美国了后，头一个拜会却毋是北京的高层的官员，而是网络串流影音平台 Netflix 的执行长萨兰多斯。会后 ，Netflix 随即宣布，未来4年会伫南韩投资25亿美金，规模是 Netflix 对2016年开始投资南韩以来总金额1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新加坡的法律真严格，是目前真罕见也保留鞭刑的国家。因面对废除死刑的声音，新加坡嘛无落软。这若是早毒品入境新加坡，更加是同罪。新加坡今日透早就执行一场死刑，是一个因为大麻去互判刑的犯人谭加拉朱。不过，这个谭加拉朱去互掠到的时阵，伊身躯边是无毒品的，甲了查到伊的名下有2支电话涉嫌走私，伊就去互判死刑。这是引起证据无够争议。也若是去年某一件争议的死刑案，这位纳加德兰去互掠到的时阵，身躯顶是载43公克的白粉。不过纳加德兰智商不足，口径颠颠倒倒，所以互真侪人认为讲应该会当照法律改判无期徒刑，甚至是有袂少人行就街路为伊示威。不过落尾纳加德兰依然是去互判死刑。新加坡敢若去年就执行11场因为毒品犯罪死刑。 எனக்கு ஒரு நம்பிக்கை இருக்கு பிரசிடென்ட் வந்து இந்த கேபின்ஸ் நம்ம கொடுக்குற பெட்டிஷனை வந்து படிப்பாங்க அப்படின்னு படிச்சு这二沙提定情书是无放弃上尾的这个时阵，希望法官会当定判，要执行因弟弟的死刑。新加坡46岁查甫人谭加拉朱，2017年因为煽动参加运动红定罪，伊红指控讲身躯顶有1017.9克的大麻，是新加坡规定会当判死刑这个量的2倍。谭加拉朱2018年是红判死刑，上诉了后，法院嘛是维持死刑的判决。虽然伫这进程，包括伫个联合国做全球毒品
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英国好野人布兰森，和英国当地的人权团体，拢以欠直接证据呼吁停止这项死刑。但日透早，坦加拉州已经伫个将伊监狱，封处吊到刑死亡。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responded to the undeniable evidence and science about cannabis and harm reduction, moving decisively towards decriminalization, legaliz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plant and its uses, it should outrage all Singaporeans to witness the grave injustices. Not life! End racism! Not life! 亚洲的金融中心新加坡有世界上严格的贩毒法规，因有缘坚持死刑，才是阻止贩毒上有效的手段。目前全世界真侪国家已经甲大麻除罪化，包括伫个新加坡隔壁的泰国。人权团体嘛继续对新加坡来施压，呼吁因较紧来废除死刑。新加坡伫2022年已经对11个死刑犯来执行死刑。坦加拉州是去年以来第12个奉执行死刑的死刑犯。新加坡2022年嘛发生一件争议正大的死刑案件，一个心智欠缺34岁马来西亚的查甫人纳加德兰，2009年逢查到伊炸毒品去新加坡，2010年逢判死刑，伊上诉真侪摆拢败诉。双方经过真侪摆司法战了后，死刑延到2022年的4月执行，获国际是强烈批评。公司新闻新录配编译。拉丁美洲有真侪移民想要去美国找找新的生活，在路程当中就会经过墨西哥。不过有一寡移民是无气力挡到美国甲墨西哥的边境，就留伫咧墨西哥的境内。因爱面临的就是会去互当地政府赶出去。因即阵竟然是用甲喙填起来的方式，呼吁墨西哥政府发许可证互因，安尼因较袂去互赶走。强忍痛痛，用右线甲喙唇填起来，滞留伫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霍华斯的拉美移民，25用填喙唇的激励方式，要求墨西哥政府发放许可证，互因暂时留伫当地。Nosotros pedimos que nos ayuden y si no nos pueden dar, aunque sea el bus que tanto pedimos para llegar a nuestro destino, pedimos el permiso, que es lo más importante. 抗议的移民是讲，一寡妇女甲囡仔已经行到真忝，无法度搁行到美墨边境。不过无墨西哥的许可证，因原来会互人赶出境。No queremos que más gente morra, no tenemos cómo seguir caminhando porque sabemos que esse país é perigoso, podemos ser sequestrados, podemos ser robados. Extorquidos e não temos mais como. A única maneira que temos agora é protestar. 美国要伫后个月11取消第42条新冠疫情卫生命令，也就是讲，袂阁以防疫理由，甲边境移民快速送转去墨西哥。到时阵，预测会有阁侪移民会想要入境美国。不过，这并无表示美国会开大门迎接移民。人权团体是烦恼美国可能要求墨西哥对移民加强管控，亲像甲因拘留也是赶出境，所以恐吓虐待的代志恐惊原来增加。顶个月底，墨西哥一个移民拘留中心才发生火灾，发生代志的时阵，警卫无及时开锁放人，才会致使几60人伤死。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苏丹内战百姓生活真痛苦，想尽办法要逃出国。不过，这阵是有一阵志工唔甘避难区的动物，无家己的性命危险去照顾因。一寡志工是讲，近摆若要出门，拢会想着讲，可能无法度平安转去，心理压力真重。水池看起来啥物拢无，酷气是闭伫影内面，一大堆狮仔伫个啥物拢无的园区内面踅来踅去，毋若欠水欠食米，边仔的电栏杆嘛因为欠电无作用，若是互炮火惊到，这狮仔随时拢有可能走去。北非的国家苏丹对15爆发内战以来，已经造成超过400个人无命，至少3500个人受伤。目前的炮火，互人民是生活伫个痛苦内面。避难区内面的动物嘛，拢欠水欠粮食。即马住伫首都克图姆的动物救援避难处的创办人沙利，因哪爱哪保护厝内人，搁爱哪照顾这动物。We have no supplies, no fuel, no electricity, no water. So we're really risking our lives every day to try to reach there. The first few days, my team were literally living under all this live fire and bombing. The sanctuary itself was hit
by a lot of bombshells. 沙利和伊的团队，佮打，佮继续供应美南厝200只动物的食米和水源，包括25只狮仔、6只腊狗。但是因为园区捌风炸过，大家人拢烦恼讲，家己出门去饲动物了后，就无法度佮转来厝。沙利真无奈讲，佮打团队拢无收到当地政府也是外部组织任何援助，加上园区的太阳能设备和器材拢风透体，状况愈来愈歹。另外，因为真侪苏丹的民众和外籍人士伫逃走的时阵，无法度，只好甲宠物留伫厝内。沙利是接到一堆求伊到饲厝内宠物的信息，互伊是无用饲。沙利嘛讲，其实上大的压力是外界叫因直接放弃动物的声音。Many people are telling us to relieve these animals and euthanize them or put them to sleep. And that's a very difficult choice, We don't want to do that. 公司新闻周如平编译。罗西亚发动战争了后，西方有真侪企业拢甲制裁撤出罗西亚。有的公司是甲经营权卖予罗西亚当地业者，甲店名改掉商标换掉，继续做生意。亲像肯德基的母公司，就授权当地业者卖同款的产品。肯德基甲改名改号做 Rustics。而且负责人阁强调讲，这商品的设计甲包装拢甲进前一模一样，人客会当食到原味的肯德基餐点。除了肯德基改名经营，麦当劳嘛改名号做就是好食。连锁咖啡厅 Starbucks 星巴克嘛改名号做 Star Coffee 性咖啡 ，logo 嘛生甲要共啊要共。同款的红白线条，同款的包装，同款的介绍，同款的自助点餐系统，只是名不过再叫做肯德基，品牌的图案也改做一只剪影的龟。美国素食连锁店肯德基正式全面退出莫斯科，不过伊的产品还佫伫咧，只是换一个新名叫做 Rustics。Сотрудники дружелюбны, но так же, как и до этого.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разницы между KFC и Ростиксом я не ощутил.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когда будете проходить, зайдете? Я захочу поесть, конечно. Команда старается, они год не работали, и я вижу, что каждый из них. 自从去年2月俄乌战争开始了，真侪西方的企业拢退出俄罗斯，其中也包括宣布全面退出俄国的肯德基。肯德基的美国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家伫俄罗斯境内特殊的经营权转让予俄国本地特殊的经营业者。Smart Service 这件高级包括所有的肯德基门市营运系统，一个 Rustics 的品牌商标，不过交易的介绍并无公开。2月伫莫斯科的特维尔大街，第一间门市正式开幕。Те блюда, которые мы готовим,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вторяют меню KFC, и это большой плюс,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рамках нашей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с Yum Brands мы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2 франшизы с одинаковыми рецептами. 新业者对百胜集团深受一天会过转来俄罗斯的可能性，并无完全排除。不过百胜是无做评论。一开始伫1993年出现的 Rustics 是苏联解体了，自脱离共产主义行向资本主义时阵，为肯德基伫咧俄罗斯扩张嘅广告业者。百胜产业集团伫去年宣布退出俄罗斯进前，有超过1000间门市。肯德基要也伫咧2005年甲 Rustics 合作，不过无偌久就甲伊规个拢买起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这芭比翁仔过去拢是设计做皮肤白白、长头鬃闪闪的模样。不过，即阵多元文化意识野悬，美国做7头米的大公司美泰尼就开始设计无同外形的芭比。亲像这皮肤的色水是有深有浅，嘛有深深障碍类型。亲像咱看边仔这图，有的翁仔是早助听器，有的坐轮椅，有的斗耳机。最近美泰尼推出上新款的翁仔，是照唐氏症的特征制作的。这面型、五官、身材，甚至是连穿的衫拢有特别设计过。望是当鼓励社会尊重多元族群，嘛鼓励这唐氏症的囡仔唔免自闭。I love it。英国马杜高斯坦看到和家己真相共的唐氏症芭比学领药是真惊喜。I'm here with the first ever Barbie with Down syndrome. That looks like me. And it's beautiful and I love it to pieces.
业者是有咨询美国董事政协会专业的建议，尽量互学领育看起来是更较生动是囡仔。这个芭比是穿粉红色骹部的矫正器，另外伊的面较宽，耳仔较细，鼻仔较扁。长长的目睭敢若杏仁，手阁有长掌，拢是真明显的特征。颔管挂的粉红色的破链，三个倒边的 V 是代表细胞内面有3条第21号的染色体，比普通人是加1条，嘛是造成这种遗传疾病的主因。穿的洋装顶悬有叶仔含拿黄色的花，是当时前公益活动的色。法国的作家拉鲁讲，看到当时前芭比，就敢若看到家己伫这个社会找到位共款。J'aime bien ses yeux obliques, ses petites tailles. Et elle est coquette comme moi. 芭比学领育是真侪人囡仔时的记忆。早期因拢是金头毛、白皮肤、腰细胸坎大这种形象，受固定，而且和实际上的人差伤远，引起批评。最近业者嘛求转型，2016年是推出7种皮肤色、4种体型、几十种的头毛型和目睭的色，阁有各种职业的芭比。了后阁推出穿插是真流行、阁真特别的芭比，亲像有身心障碍的芭比，阁有穿假脚、坐轮椅的。希望推广多元社会，增加包容。公司新闻市会长编译。由日本航太公司 iSpace 开发的登月太空船北斗2，去年底对美国佛州发射升空。问题是按算昨日4月24就会当登陆月球，不过煞是甲当地地面控制中心失去联络。一个头一个由民间企业投资开发的就月球任务可能会失败。Doesn't this look amazing? Well, this is real video. Yes. Not CG. No. It's amazing. 日本新创公司 iSpace 透过网络直播北斗 R 登月舱登陆月球的实况。北斗号按算第一日登陆月球表面，到第一日月球地面10公尺时阵，控制中心甲北斗号失去联络。时间分秒过去，控制中心人员的表情也未欢喜，转作沉重。iSpace 表示，已经假设北斗号登月任务失败。We lost the communication and we could not secure the communication yet. And our engineer team is working hard to investigate what happened using the flight data they acquired until then. 北斗号任务是日本第一个民间登月计划。登月舱伫2022年12月，由美国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搭载升空，第3月1日进入月球轨道。第一日按算降落时间进前，下降到离月球表面100公里的所在开始降速，说第二月球表面10公尺的所在断线。iSpace 也做好上歹拍算。We need to confirm first what would be the status of the lunar lander, investigating, analyzing our flight data so far. Depending on that result, we may have still hope, but I cannot say anything right now. iSpace 成立伫2010年、2017年开始投入登月舱开发计划，未来计划提供飞去月球的交通运输服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推文表达，虽然登月舱断线，不过会继续支持新创企业的登月任务。到即马完成登月的国家有俄罗斯、美国甲中国，印度甲以色列是前后挑战失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